好啦，咁由於呢一位咧係管叔大爺啊，就係對學生非常好，咁引嚟咧大量嘅學生咧係悼念。好啦，最荒誕嘅仲未發生啊，各位，呢宗案件咧發生嗰陣時咧，係每一間係同青島大學有關聯嘅物業公司都出嚟咧係發聲明回應噶。發聲明回應話呢一位咧管叔大爺咧本就唔係咧本公司嘅員工嚟噶。好啦，中國內地真係一個非常之令人係火滾嘅地方。好啦，有事就全部出嚟咧割席，間公司都話咧呢一位係大爺唔係我哋嘅員工嚟噶，我哋冇拖欠佢薪金。咁到底邊個拖欠佢薪金呢？個個都唔認賬噶。所以點解中國內地咁多人翻牆？點解咁多人嗌解封喺封城嘅時候？點解咁多人睇于朦朧個案件，咁多人睇楊娜娜個案件？就係因為赤裸裸嘅不公平係天天都喺眼前發生啊嘛。